喺唔少街市入邊，總有幾間專賣冰鮮海魚嘅檔口，攤位上邊擺滿咗各式冷凍海魚，買嘅人亦都唔少。呢啲魚大多係海裏邊捕撈上嚟嘅，上船之後咧就俾人迅速冷凍，再運到街市賣。海魚富含優質蛋白質、不飽和脂肪酸、維他命 D 同埋多種礦物質，係健康飲食嘅重要組成部分。然而，點樣挑選安全優質嘅冰鮮海魚就係一門唔少嘅學問。如果保存得好，冰鮮魚都仲係好新鮮嘅。但係有啲魚喺運輸或者擺放嘅過程入邊俾人反覆解凍過，又或者冷鏈唔穩定，呢類魚就好容易變質，甚至已經腐爛，產生咗毒素。食咗對身體好唔好？每年全球有數百萬人因為食咗唔安全嘅水產品而病。其中好大一部分同埋儲存不當同埋反覆解凍有關。喺同一個相熟嘅老魚飯吹水嗰陣，佢靜靜雞提醒我有5類冷凍魚，就算老細白送你都唔好要。5類老魚飯話白送都唔好要嘅冷凍魚，一魚眼混濁凹陷嘅冷凍魚。買魚嘅時候，第一眼就能夠睇得出問題嘅地方就係魚眼。正常嘅新鮮魚，就算冷凍咗，魚眼都會比較清澈飽滿，係因為新鮮魚眼入邊嘅玻璃體同埋晶狀體保持完整，冇發生蛋白質變性。咁但係如果你見到魚眼發白、混濁，甚至凹陷落去，咁基本上可以斷定條魚已經唔新鮮，好多係俾人反覆解凍過。呢種魚食落唔止腥味重，營養亦都早就流失得差唔多。更衰嘅係細菌喺解凍嗰陣會大量繁殖，溫度每升高5灘 C， 細菌生長速率就會增加1倍。反覆解凍為細菌繁殖創造咗理想條件。魚販同我講，呢種魚咪話平賣啦，就算白送都唔好拎返屋企。買冰鮮嗰陣要揀眼珠清亮飽滿嘅，品質就比較有保證。2、魚肉發黃發黑嘅冷凍魚，魚肉如果出現發黃發黑，咁就說明佢已經俾人凍傷咗。呢種情況多數係因為冷凍時間過長，脂肪氧化產生咗凍傷，唔止口感柴硬發苦，營養價值亦都差唔多冇晒。魚類富含不飽和脂肪酸，呢啲脂肪酸好容易氧化，氧化過程入邊會產生醛類、酮類等有害物質，長期食入可能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同癌症風險。研究表明，高度氧化嘅魚油會產生大量自由基，加速人體衰老過程。長期食呢種魚對身體都冇乜好處，輕則胃口差，重則可能會帶嚟健康隱患。特別係對肝腎功能唔好嘅人群，呢啲氧化產物會加重身體代謝負擔。3、解凍後有濃重腥臭味嘅冷凍魚。魚本身就有腥味，但係新鮮魚嘅味道清淡，唔會刺鼻。如果冷凍魚一解凍就冒出濃烈甚至衝鼻嘅腥臭味，咁就說明佢早就壞咗。呢種魚通常係保存環境唔達標，或者已經擺咗好耐。冷凍只可以延緩變質，但係唔能夠逆轉腐敗。魚類腐敗過程入邊會產生三甲胺、胺硫化氫等揮發性物質，呢啲就係腥臭味嘅來源。此外，某啲致病菌喺繁殖過程入邊亦都會產生特殊臭味，聞落臭，食落肚更加隱患重重。呢種魚成日會引起腸胃唔舒服，嚴重嘅甚至會導致食物中毒。老魚販一句說話點醒我：好嘅冰鮮海魚解凍之後只會有淡淡嘅海水味，絕對唔會臭氣熏天。所以買之前一定要聞一聞有異味嘅，一律唔好掂。4、魚肉鬆散冇彈性嘅冷凍魚，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技巧，就係用手按一按魚身。正常嘅新鮮魚無論冷凍幾耐，肉質都會緊實有彈性，但係有啲魚一解凍就似棉花咁，一按就凹落去，肉鬆鬆散散，
根本成唔到型。呢多數係因為魚喺冷凍之前就唔新鮮或者反覆解凍，導致蛋白質變性。魚類肌肉入邊嘅蛋白質結構喺反覆凍溶過程入邊會俾人破壞，細胞內嘅水分滲出，導致肌肉組織鬆散。咁樣嘅魚唔止冇營養，味道亦都特別差，煎炒煮燉都容易碎，咪話補身啦。白白浪費油鹽，仲要搞到自己心煩。魚曬發黑發黏嘅冷凍魚，最後仲有一個重要嘅判斷方法，都係比較簡單嘅方法，就係翻開魚曬睇下。正常嘅魚灑應該係鮮紅或者暗紅色，乾淨清爽。魚灑係魚嘅呼吸器官，血液豐富，因此新鮮魚嘅灑呈鮮紅色。如果你見到嘅魚灑顏色發黑，甚至有一層黏液，咁說明呢條魚早就唔新鮮。魚灑變黑係因為血紅蛋白分解產生硫化鐵，而黏液增多就係細菌繁殖嘅結果。咁樣嘅魚唔止味道腥臭，仲含有大量細菌同有害物質，食咗腸胃容易出現唔舒服，特別係老人家、細路仔更加容易出問題。買冰鮮魚唔怕買貴，最怕就係買錯。最怕嘅就係反覆凍化嘅魚，咁樣嘅魚入邊細菌容易瘋狂生長，好似沙門氏菌、弧菌一多，人食咗就容易肚瀉、反胃、嘔吐、肚痛，都係常見嘅情況。更麻煩嘅係魚如果開始變質，仲會生成一種叫藻胺嘅嘢。藻胺係某啲魚類入邊嘅藻胺酸喺細菌作用下分解產生嘅毒素。藻胺耐高溫，常規烹飪無法破壞佢。食多咗塊面會突然發紅發熱、皮膚痕、身上出疹。有啲人仲會頭暈、心慌，嚴重嘅甚至喘唔到氣。如果老人家、細路仔撞到就更危險啊！最後仲要提醒大家一點，就係我哋去買冰鮮嗰陣，一般會叫老細幫手將魚內臟處理乾淨。呢個時候都要留個心眼，因為有啲黑心商人會偷偷將唔新鮮嘅魚同你揀好嘅魚調換，所以一定要盯實魚販子，視線一定要望實。咁喺傻下咁同老細講，等我過隔籬買啲餸菜先返嚟攞。建議選擇信譽良好嘅商家，建立長期購買關係，咁樣嘅可以保證質量，亦都可以避免俾人調包嘅風險。唔同種類嘅海魚有佢哋嘅特點同埋適合嘅烹飪方式。三文魚富含脂肪酸，應該選擇色澤橙紅、紋理分明嘅。野生三文魚肉色深紅，養殖咧就偏橙色。鰈魚肉質潔白細膩，應該選擇肉厚、少骨、冇異味嘅。真正嘅鰈魚價格比較高，街市上邊成日有用魷魚冒充，買嘅時候要留意分辨。大魚銀白色光澤，越亮越好，魚鱗應該完整，唔容易脫落。黃花魚新鮮黃花魚色澤金黃，魚灑鮮紅，眼球飽滿。孕婦同兒童咧，應該避免食大型掠食性魚類，例如鯊魚、劍魚、馬鮫魚，因為呢啲魚體內汞含量較高，建議選擇三文魚、鰈魚等低汞魚類。痛風患者啦，應該限制食入高嘌呤魚類，例如沙甸魚、鳳尾魚，可以選擇嘌呤含量較低嘅魚類。過敏人群，有啲人可能對特定魚類過敏，第一次食某種魚嗰陣應該小心試下。唔同嘅烹飪方式對魚類嘅營養保留有顯著影響。清蒸最能夠保留魚嘅原汁原味同營養成分，適合大多數海魚。煲湯可以令魚入邊嘅營養成分溶解到湯入邊，容易吸收。低温烤製應該避免高温烤窿，烤窿部分含有可能致癌物質。油炸盡量少用，高温油炸會破壞不飽和脂肪酸，產生有害物質。建議每星期食2到3次魚，
每次100到150克，多樣化選擇唔同種類嘅魚嚟獲得各種營養素。如果係喺捕撈之後即刻速凍嘅魚，佢嘅營養價值可能同新鮮魚差唔多，因為速凍鎖住咗營養成分。健康食魚唔只要識得選擇，仲要識得儲存，識得烹飪。只有咁，我哋先至可以真正享受到海鮮嘅美味同營養，避免食品安全隱患。記住老魚販嘅忠告，寧願貴啲買好魚，都唔好貪便宜買有問題嘅魚。健康先至係最重要嘅財富。